問大家一條問題：點先為之健康？A. 食得好 B. 瞓得好 C. 以上全部。如果我話你知，仲有個隱藏答案 D， 就係你睇唔到嘅能量系統平衡。講緊嘅係掌管我哋身心嘅脈輪啊！脈輪呢，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嘅能量中心，由頭到腳總共有7個主要脈輪，專門負責維持我哋身心平衡。當脈輪順暢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情緒穩定、精力充沛。但當脈輪塞咗呢，就好易感受到壓力、負能量，甚至出現各種健康問題㗎。講到脈輪同健康嘅關係，等我舉個例子啦。位於心口嘅心輪就同愛、人際關係同免疫系統有關。如果心輪塞咗，你可能會成日覺得孤單、唔開心，或者成日病。另一個例子就係位於肚臍上方嘅太陽神經叢脈輪，佢掌管自信同消化。當呢個脈輪失衡，你就會成日覺得壓力大、焦慮，甚至消化不良。所以話脈輪平衡唔單止影響精神健康，同我哋身體健康都係息息相關。好似特斯拉講過，如果你想了解宇宙嘅奧秘，就要由能量、頻率同震動着手。呢句說話唔單止適用於了解宇宙，其實都適用於了解我哋自己嘅身體㗎。咁點樣先可以令脈輪恢復平衡呢？ Healy 就係其中一個非常好用嘅工具啦。Healy 係一款結合量子物理同能量醫學嘅高科技健康設備，有專門針對7個主要脈輪嘅平衡程式，透過頻率療法幫你疏通塞咗嘅能量，等身體恢復自然平衡。我哋樂活有方都有提供免費嘅 Healy 檢測，想知自己脈輪狀況係點，快啲 click 下面嘅 WhatsApp link 聯絡我哋啦。